我哋收到個新嘅查詢，貝多芬佢聽唔到嘢，咁佢點作曲呢？我面對緊一個新挑戰，點解我兩隻耳仔突然間聽唔到聲音嘅？而我就係問題多多事務所嘅三文治拉斯，福爾摩斯係我偶像，我嘅工作就係幫你解決問題。不過今次我要幫自己解決問題先。你大聲啲，我聽唔到啊！我話我哋收到個新嘅查詢，貝多芬佢呢？我都話聽唔到咯，大聲啲啦，唔該。我話我哋收到個新嘅查詢，貝多芬佢呢？佢講緊咩呢？我淨係見到雜果沙律個嘴係咁喐嚟喐去，我咩都聽唔到，我聽唔到嘢啊！咳兩聲嚟聽下，有冇見頭暈啊？仲有冇邊度唔舒服啊？應該係突發性失聰，原因有好多嘅，我同你做個詳細檢查先啦。我係咪以後都聽唔到嘢啊？我咪會好孤獨咯，冇人可以理解我啊，跟住啲人就會覺得我脾氣古怪，問非所答，咁點算啊？嗱，不如咁啦，呢段時間你可以聽下音樂，平靜一下個心情。你去做咗個全身檢查先，返嚟再講啦。我都咩都聽唔到，又點聽音樂呢？仲要係交響樂。音樂除咗用耳仔聆聽之外，你仲有其他感官，好似視覺、嗅覺、想象力，仲可以用個心去感受，都可以令你嘅心情平靜落嚟嘅。冇用噶！你都嚟咗咯，咪試下咯。冇用噶，我咩都聽唔到。咦？雖然我咩都聽唔到，但係我可以感受到弦樂家族拉琴嘅力度，亦都見到木管樂家族同埋銅管樂家族吹奏時候嘅表情，更加可以感受到唔同樂器頻率嘅震動。呢一切俾我感受到佢哋嘅聲音，唔係佢哋演奏嘅旋律。我身體感受到大小高低不同嘅聲音，有時好似羽毛咁樣輕輕擦過皮膚，有時又好似行雷咁樣碰撞心靈。我雖然聽唔到聲音，但係音樂係無處不在，包圍住我。我感覺到音樂喺度安慰我。偉大作曲家貝多芬28歲時候已經失聰，身為作曲家嘅佢，音樂對佢嚟講係生命嘅泉源，所以喺面對失聰嘅時候，貝多芬非常彷徨，不知所措，不知不覺咁跌咗入去絕望嘅深淵。而大自然嘅懷抱令佢嘅心情平靜落嚟，慢慢地去聆聽到心中嘅聲音，更加創作咗第6交響曲田園。音樂幫貝多芬渡過咗難關，透過創作，佢揾翻對生命嘅信念同埋熱情。第6交響曲田園係描繪緊大自然生生不息嘅變化，樂曲入邊有模仿大自然嘅景物，令觀眾都好似身處喺大自然當中。等我哋可以放慢腳步，感受當下，同大自然對話，個人都會放鬆啲㗎。咦，你心情唔錯喎。音樂真係幫咗我好多。咁就好啦，報告已經出咗，因為你早前去游水，啲水入咗耳仔，令到耳垢濕水膨脹，導致耳道被塞住，短暫失聰。攞開啲藥水俾你滴下個耳仔，每日3次，睇下情況有冇改善。雖然風係
係無聲無息亦無味，但係只要我哋留意樹葉，就會知道風嘅存在，一切都係美好嘅。三文治拉絲，你好叻啊！我聽到嘢噶啦，唔使講嘢咁大聲。嘿，我唔記得咗添。各位同學，係時候一齊做個小測驗，睇下大家有冇留意到故事入面嘅情節，挑戰下你哋答唔答到以下嘅問題。三文治拉絲突然之間聽唔到聲音，醫生話可能係乜嘢情況？ A. 感冒， B. 突發性失聰， C. 肚痛， D. 發燒。答案係 B. 突發性失聰。貝殼通粉醫生話，除咗用耳仔聽音樂之外，仲可以用乜嘢嚟感受音樂呢？ A. 想象力同埋身體嚟感受， B. 用鼻嚟聞， C. 用電話嚟睇， D. 以上皆不是。答案係 A. 想象力同埋身體嚟感受。快快指揮介紹咗邊位偉大而有失聰嘅作曲家呢？ A. 莫扎特， B. 巴赫， C. 貝多芬， D. 舒伯特。答案係 C. 貝多芬。貝多芬創作第六交響曲田園嘅時候，靈感係嚟自邊度嘅呢？ A. 宇宙， B. 大自然， C. 遊樂場， D. 廁所。答案係 B. 大自然。三文治拉絲短暫失聰嘅原因係 A. 長期戴住耳機嚟聽音樂， B. 感冒， C. 游水嘅時候水入咗耳仔，令到耳垢塞住耳道， D. 跌親隻耳仔。答案係 C. 游水嘅時候水入咗耳仔，令到耳垢塞住耳道。好啦，到最後一條問題啦，你哋覺得音樂可以點樣幫助到你呢？同你嘅老師或者同學仔分享下你嘅想法。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